咁跟住呢3堆咧，其實主要嘅分別係啲乜嘢咧？嗱，望就望到一個係淺色啲，一個係深色啲，一個再深色啲，係啦，一個再深色啲。講陳皮，除咗產地之外，仲有一個年份。好多人話10年皮、20年皮，我講你信嗎？你唔信嘅。你講一定信㗎，點會唔信啊？我講你唔信啫。好多人唔信嘅。咁變咗咧就要從我哋個感覺上去區分。就算你講年份嘢、老嘢，其實你眯埋隻眼都好，你都感覺到嘅，就用手感。咁一個咧，嗱呢個係3年嘅皮嚇，3年嘅皮係好軟好白，而且係好似未乾透咁。因為佢3年咧，佢係喺度排酸排糖啊，即係仲有個柔軟感嘅，係咪？咁咧呢個對手啲咁呢啲咧呢個咧就5年嘅，5年嘅咧相對嚟講佢係會脆響好多，但係佢都係排糖，而且咧佢係比較軟嘅。劈劈呢個突突。咁咧10年以上嘅皮咧，佢會好輕嘅。聽聲都聽到，而一摸落去咧，佢係爽手嘅，呢度摸到黐實。成塊薯片。仲有一個咧，個比重係好明顯嘅。你可以攞手嚟感覺下。你要感覺佢個比重。你冇喐，你就係用感覺佢個比重。咁咧，一個好似你敲我一次，一個好似我老婆敲我咁樣。冇呢個咧，佢就會壓落去嘅，明顯重嘅呢個會香香咁飄起嘅感覺，係咪？真係㗎。咁咧，感覺到啊，好明顯嘅。咁你而且聽聲都聽到啦。係啦。咁你年份皮係唔同嘅。係，我哋現代嗰個嚟，唔得喎，應該咁樣。哇，好明顯嘅。咁你10年以上先有呢啲聲嘅。咁你一般就係仲係會比較硬。